当来看国内经济部的工业局规划要伫咧彰化鹿港设一个需要废弃物的焚化炉，不过却在地反对，讲江滨地区的焚化炉都已经起甲受钱啊，恐惊会造成污染。今日业者举办说明会，反对民众去抗议，都和支持的民众发生冲突。 民众头壳包布条，提当地农产品来到前顶焚化炉的说明会，用行动剧大声表达反对起焚化炉的立场。在说明会开始进前，反对设置的民众拍算入去到会场，刷甲内底其他支持起焚化炉的人发生冲突。 为了解决全台湾事业废弃物处理设备无够的问题，经济部规划伫鹿港彰滨工业区以 BOT 的方式起处理中心。不过，环保团体甲当地人却认为对环境甲经济造成冲击，唔予说明会进行。金井焚化炉它其实有2座，等于加在一起，如果金井焚化炉通过，彰化县就有11座的焚化炉。唯一的诉求就是撤案，彰化县不缺焚化炉，把民众的生命不当一回事嘛，这个完全是不对的。 民众不满彰化地区已经有9座焚化炉，而且厂商无摕到建造，就伫去年3月动工。不过前顶表示，过程一切拢合法。那我们也被环评的要求，要逐年做减量抵换。那我们会一一的去做减量抵换。他在做建厂的时候，他也有环评嘛，环评的部门有告诉他说，他今年3月底的之前，他要举办施工前的说明会，要取得当地居民的一个协调同意。经济部表示，会要求厂商先甲当地民众有共识。前顶表示，这是依法摕到的标案，除了会加强甲民众沟通，也会严格监控，减少对环境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